这苏花公路即嘛是袂当行的，所以航港局是用蓝色公路来疏运。今日早起是对马祖调新大马轮来支援，因为这人甲车拢会当去哩，所以来回是拢总载55台车，494个人。也因为是救灾的疏运，所以来回拢免钱。 透早就有车伫排队进入新大马船，因为人甲车会当做伙坐，往回宜兰花莲各55台车的运量全满。比起台北快船，敢会当载车，人爱另外转坐火车，民众大部分优先坐新大马船。就排队就上，就刚好登记到上。是不是因为他人也可以一起过去？对，他就帮我登记这一台，直接就反正有可以回去就行了啦。 苏花公路大清水大崩塌，短时间无法度通车，航港局启动蓝色运输，测试调台北快船载车，不过效果无好。宜兰去花莲做例，250台的运量，敢会当载63台车，3台大货车。新大马船离开所有港到花莲，敢若2点半钟，比起台北快船下4点钟紧真济，这也是民众较爱坐的原因。因应这个震灾还有地震的灾害。 这个天然灾害的应变提供了一个服务，我们还是以协助民众为优先以不收费的方式来办理。高雄部航港局7月为马祖调新大马船加入宜花蓝色运输，一抓会当载642个乘客，一抓来回拢总载494个，望会当满足东部短期内的交通需求。因为这届是紧急疏运，航港局表示，民众坐船拢免费，以服务优先，无算成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